恭喜晒劉生嘅浪漫勇士，以一個非常之出色嘅姿態贏出今屆嘅香港金杯啦！大勝4個馬位，其實呢個嘅走勢有冇令到你有啲即係眼前一亮或者喜出望外咧？多謝，當然係好驚喜嘅。尤其是手術過後嘅第4仗，一場比一場好。而家佢已經係超過8歲啦，咁可能佢而家係比較重隻馬定咗，冇咁緊張，好似放鬆，後半放鬆，所以鬆上嗰陣好似比以前仲勁，所以好開心。今日隻馬所做嘅時間亦都非常之令人即係驚喜啊！1分59秒77啊，而家係好地嚟啫。你有冇覺得即係呢隻馬其實雖然話8歲，但係佢其實係咪冇老過咧？單比今季好似係比起上2季更加好嘅，即係我自己睇咗，所以就一場睇一直睇，一場比一場咯。我睇下即係跟住嗰2場會發生點樣。嚟緊佢嚟女王杯咧，就大概有個半月時間啦。中間浪漫勇士會係繼續操練啦，還是係喺4月初嘅主席錦標都會參賽咧？我唔會參加主席錦標嘅，一定係俾佢放鬆下、休息下，就好好操練，好好休息。咁大家都留意住最後尾關嘅遮打杯就喺5月舉行啦。咁係好期望。佢就浪漫勇士就跑過2400跑1次，但係嗰一次就真係跑第2嘅，班到2400其實。阿劉生係點樣睇佢個長力同埋佢嘅韌力咧？因為只係跑過1次，我覺得又未正式嘅呢條跑又唔好，同埋嗰次其實就我覺得跑得唔係太好嘅，咁所以我希望今次先係真正考驗到佢能夠係即係可以跑呢個路程咯。再一次恭喜晒劉生，恭喜晒！多謝大家，多謝劉生，多謝。